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今天早上来报告一个非常精彩、很有深度、很有内容的公案，跟各位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过去有一户人家住在山上，父亲在外面经商，最后死掉了。母子两个相依为命啊。母亲培养孩子读书，有一天，母亲跟孩子出去办事，刚好路过家后面的一个道观，道士看着孩子就说：“真可惜啊。”真可惜啊！母亲就说：“请问仙长，我的儿子将来能不能当官啊？要不要送他去赶考？”这个道士就说了：“不用考了，他能再活2年就不错了。”母亲听了伤心欲绝啊！他对道士说：“我把全部的家产供养道观，你可否帮我的孩子延长寿命呢？”这个道士就说了：“命是不可以改的，你也不用全部贡献，你自己也要生活吧，这是他的命啊。”于是呢，母亲就带着儿子下山了。他一路上哭啊，漫无目的的走了几天之后，遇到了一间寺庙。这个时候出来一位师父啊，就问他：“这位信徒啊，你哭什么啊？你是不是遇到很大的伤心事呢？说给我听听吧。”然后他就把道士所讲的话呢，全部都说了一遍。他又一顿痛哭啊。这位师父听了，算计之后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孩子的寿命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位道长算的没有错，但你如果真的想留住你的孩子，我也有方法哦。你先去东城给最穷的人买米，再去西城呢，给最穷的人一些钱，让他们生活。所有事情都做好了之后，等这个孩子能活到32岁的时候呢，该赶考就让他去吧。你记住，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去做善事哦，要记得哦。”这个孩子不久之后就去赶考了，并且考中了榜首。他起初被派去做县官的助理，做得非常的公正清廉，但因为他不去搞那些奉承的事情，不和他们同流合污，后来他就被贬官了，去看守监狱。不久呢，又继续被贬了，被派去看守城门。但他不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依然非常的敬业。后来国家发生了战乱了，当时外国人打进来了，皇帝逃到他所在的城里来招贤纳士，招兵买马。他想到自己的命怀才不遇啊，竟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在很矛盾的状态之下，他晚上出去喝了几杯酒就醉了，回到他看守城门的地方之后，就拿起毛笔在城门外头城墙上面写了一番感言呢。第二天，皇帝出来逛逛，看到城门上面不知道谁这么大胆乱写帖子呢，便过去看一看。一看，说道：“哇，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法呀！这个人是一个大人才呀！”就问了：“这个是谁写的呢？”这个时候，他本人就回答说：“是我写的。”皇帝说：“你倒是什么人呢？”“我是看城门的。”皇帝便下令官员来调查他的政绩，知道他当年是名列榜首的人呢，今天怎么沦为看守城门呢？到底犯了什么过错呢？查了7天，终于查到了。负责的官员回复说，这个守城门的人是最公正、最廉洁的一位官员。皇帝非常高兴啊，马上就把他调来身边做辅政大臣。这时候他32岁，他想啊，我本是被判死刑的人了，要更多的钱有什么用呢？
因此凡是遇到任何事情，他都尽力的去帮助百姓。他做了好多大功绩的事情。这一年呢，荷兰发生大水灾，民不聊生了，他就秉实的上奏。皇帝说马上的解决啊，但是又有外国人打过来的，到底是要拿这些钱打仗呢，还是救人呢？这时候他向皇帝谏言呐，说攘外必先安内啊，所以先不要去打仗了，先派兵去救灾。在那一场灾难当中，他救了至少有几十万条的生命。到了33岁的年尾，他还没有等到死神的降临，有一点不安呐，于是就去找那位大和尚啊，这等于是大官出巡回访，那是很威风的。但当他找到了和尚之后，就悄悄地问：你看我还可不可以再活下去呢？这位师父看了他的面相之后就说：你不用害怕了，以后你可以不用再回来了，你至少能活到78岁啊。这时候这个官员呢，他就问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呢？和尚就回答说：这是你自己赚回来的呀。按照你的命来算，你真正能活到20岁就不错了。至于你所增添的寿命，前面是你妈妈去布施得来的，后面则是你自己赚来的。你做了官之后，因为你救人无数啊，功德无量，所以你能活到78岁，一生都是衣食无忧，一帆风顺啊。各位，寿命的长短是可以改造的哦，只要肯努力行善，积功累德，能造福人群，必可以延长寿命啊。我们希望大家要福慧双修，早日成就无上菩提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如果能劝人好好的念佛，这个功德更大、更圆满、更殊胜啊。因为佛最主要的本愿，成就了这个名号之后，就要广度所有十方一切苦海众生。只要我们顺了佛的本愿，认真的念佛，佛永远不放弃你，生生世世都要救度你。所以介绍别人称念一句名号，功德更殊胜、更圆满、更趋浅。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自己。今天将这个公案来给大家同时分享，我们彼此来探讨功德无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